我是阿雄。专家有智慧，就讲咱厝内底有5个啦。来到本节目挑战题目，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真够恁炸转去哦！35000啦！好，我的第六冰叶。嘿，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冰爷。眼冰眼，就喊你嘿，眼，嘿，李冰眼。是队长你是好，你好，是，即摆你休困吼？哎，休困无咧拍戏啊。对，先休困一阵嘛，再搁讲啦。啊，毋过今日真好哦，对啊，人说家己报名呢。哎呦，是毋是？哦，伊对名就咧身躯的啦。无毋对，拢家己报名的。恁看囡仔哦，因的资格拢真好哦。真的嘛？有去考试过哦。今日队长哦，考因就好啊。无毋对哇，我轻松啊。无，这算讲友好，因为你嘛甲戏内面的后生带来啊。真的吗？是毋是？是戏内面。我带阮爸爸来。嘿。哎呦，是阮爸爸。因为因伫戏内面有迄落啊，分躯身躯有烧换，灵魂高啊，灵魂高啊。嘿，来，今嘛要介绍爸爸。哎，是来爸爸来自我介绍一下好无？大家好，我是王佑谦，大家都叫我大头。哦，我甲你讲哦，阮大头爸爸真牛，你知影？哎呦，更勤。哦哟，叮叮咚咚安尼哦。一直话啊，你台语讲了真好咧，妈妈拢会甲你讲台语吗？是我阿祖教我的。哦，我阿祖哪听有台语，啊，我那是巴肚枵爱甲伊讲，我袂当讲国语啊，所以我就爱家己学。是啊，今日来的是你的同学还是你的朋友？朋友是，好来介绍你去。来，大家好，我是伟汉，我是来自苦城的少年人。啊，目前其实你讲学台语的过程，其实是我自细汉就开始学这个演讲、台语演讲，还有这个台语朗读。啊，目前伫咱公司台语台的联播中心，这个文化小棒伴有翕这个节目的小单元。是，嘿对。哦，真好，少年人的家不是不甲继续鼓励啦。嘿啊，做这种代志较想要真好。好，欢迎你来哦，来讲啥入去？好啊，爱啥子好？嘿，大家好，我是蔡秀杰啦吼。啊，我这边伫这个新竹丰城就是丰城啊，所以大家可以叫我丰城秀吉。哦，小秀杰哦。啊，你嘛是一个真水的名哦。对。是，欢迎你哦。好，来讲啥入去？大家好，我是史培德，我是鹿港人，所以大家听腔口应该就知影。啊，我有咧在网络顶，就是有创一个卖种，也咧甲外部台的朋友介绍讲，鹿港腔爱安怎来讲。哦，你网络顶面有家己介绍讲咱鹿港腔要安怎讲的？对。哦，有心的呢。是，欢迎你啦。好，来讲过来电话你脑。我问一下哈，恁即嘛是迄个囡仔伴？是。啊，阮这边拢是厝内一家伙啊。哦。哎，欢迎咱的王家第一名队长韩义邦。队长，足久无看咧。是。进行咧拍戏啦，所以无时间来。在咧讲啊，立时啊，暗时啊，才立时，这。我来讲，这两位少年拢足拼的。对啦。是第一啦，咱嘛是兴趣嘛，因为拍戏嘛吼。第二，咱就是爱好啊，趁钱。对。啊，第三，咱就爱一定爱平安健康，大餐啊，趁大钱。对不？是。慷慨真正。对啊，爱入来阮家做队长啦，来阮家去。来家学台语嘛好啊。嘿，对，对大家拢会好。是，嘿，这是阮的队长，今日啦，王家来啊。王家一个伙拢来呢。家伙啊。真正哦，你介绍落去。好，来，这位是小梅，头一摆看到啊，头一摆看到。介绍小梅家己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厝的上婿，我叫慧萍。啊，我即摆有伫图书馆讲故事，互囡仔听。啊，希望了啊，我嘛会当讲一寡台语故事，互囡仔听。哦，会当，无问题啦，无问题。好，大家好，我叫王明祥，是第三囡仔老爸。哦，我即摆已经退休啦，无咧做工课啊，一伫咧厝咧看，啊拢电视都有加啊看。啊，我查某囝讲帮报名，讲好啊来去啊。嘿啊，听讲你哪看过哪去考试啊？嘿，嘛是有去考迄落鉴定。哎呀，去鉴定。全家三代做伙去考，阿公甲阮阿哥囡仔安尼做伙去。大家好，我是厝的是大兄啦吼。是。我叫义谦，王义谦。我工课是营造业的监工啦。所以平常时伫咧工地拢是讲以台语为主。好，欢迎你哦。好，来讲啥入去？大家好，我是惠山王惠山。对啊，我迄落今日真欢喜来
甲全家有智慧，啊希望有智慧摕奖金，就是阮规家伙啊。哦，赞赞赞！所以讲，我甲你讲哦，这规家伙啊，唔单这4位尔呢。哎呦，哪呢哦？全家拢来哦。全家，还邀请一个好不好？好，来来来，来，规大阵，赞赞赞！这无公平啊，无公平，四代、2代、3代啦，气势无共啊。嘿，敢若袂输要来预想。来，我靠，拢你个。是。来，我有做一件代志，就是哦，要来甲阿公因加油啦。哦，是什么代志咧？来，因为对呼。有来哦，嘿来。 1、2、3，王家第1名！加油加油加油！赞！哎，不过袂当徛伤济秒哦。系啦，徛伤济秒会安怎？食讲囡仔会忝。哦。把囡仔使个。来，咱先会。嘿，甲阿公加油啊吼！加油加油！好。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欢迎咱的国文老师陈鸿辉陈老师。 心切搁欢喜，少年讲台语，青春上介水。哦，青春过啊，一定会水的啦！吼，好，今日的第一回合主竞赛开始。4字斗一字，主持人出题目，题目有4个字，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就会当得到分数。上尾啊，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嘿，4字斗一字。哎，大家做好伙题，咱这回合有3题。3题。好，拢总吼3题，若是冠军的人，就会得到奖金5000块。好，来哦，上尾咱请出题。请问，什么中、什么手、什么笔、什么船呢？中手笔船。好，来中是什么字呢？咱请就答。好，来。好，保重，妈妈请你来嘛爱保重。是。啊，保守、保皮、保准来，保守。保守，伊这人较保守。哦，是。保庇。所以咱即马有咧。 拜神的人是拢会甲咱保庇。哦，来，保准，我会好好啊，甲奖金保准。好，我来问老师，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好，来分数先。终于得了1分哦。来，咱来听老师解说哦。来，老师。嘿，这应该是真好来记咧，大家拢讲了袂歹。啊，咱这个宝吼，这个音呢，因为这个的母音吼，韵母有腔口差啦。嘿，啊，所以啊，若像我会讲较扁的，比做保重安尼啦。保重。啊，若像可能阿雄会讲保重安尼，小可较圆安尼。嘿，这有腔口差，所以这就是讲有听到较扁的、较圆的，这拢是对的。是。吼。啊，迄个保庇啊，加这个庇佑的庇嘛，吼，神的迄，吼啊保守吼，保守这个词，当然大家都要讲的，迄个啊，这个人吃保守这是嘛是会使啦，吼。不过嘛有人用的另外的用法，吼，就讲意思甲保庇差不多意思，吼，原神会当保守咱一家伙，吼，类似安尼啦，吼，嘿，所以这有的有无共的用法，吼，以上。好，谢谢老师。谢谢。哎，速度真紧哦，咱手较紧的哦。好，请手答，紧来写7就对啊。等下听我的请手答无？好，来，上尾咱请出题。请问什么食、什么擦、什么醋、什么目呢？好，食、擦、醋、目中到底什么字呢？好，来，咱请手答，紧来写。7。哦，来一遍。白醋、白食、白目、白擦。是，啊，你要做句咧。我的做句就是做人绝对袂当白目。做人袂当讲白擦。哎，啊，过来咧。来咧。白食。我有想着讲，这个咱食物件时，你煮菜拢爱用这个白醋。哦，对，无唔对，较棒。好，来，过来。白食。白食。咁是当讲白食无滋味。白食无注意。哦，这咱就要问老师哦。这用法来问老师。对。好，安尼做，我来问老师，看你安尼对唔对哦。好，来，老师，安尼对唔对？
这个词是讲了对啦，啊，先安尼啦，先安尼。要紧，老师等下送你一个解说。好，好，来分数。恭喜这名嘛得了1分啦！来听老师解说。好，拄则迄是有一点仔谐音啦，就是讲你要讲的应该是白正的正，白正无味，吼，白正无味安尼啦，吼，啊，所以迄个是正。吼，啊，你若讲白食，就是白食、白困、白啉，吼，就是反正白吃白喝迄个意思。嘿，所以你想的是想对另外一字去啊。是。嘿，啊，白正的正就是无滋味嘛。无滋味。嘿，人讲咸正，吼，对，啊，甲咱即题是无关系啦。嘿，不过拄则讲的咧嘛拢袂歹，啊，会当搁训练，咱会当训练加做句歌安尼吼，会当互咱的这个语词会变做句，安尼迄个组织能力搁较好。好，来，即马真好，1比1啦哦。真紧张好，来哦。七路线哦，我要来哦。小妹，咱请出题。请问什么心、什么破、什么名、什么黑的？中昼的时阵想要食一点心啦，嘿。来，你莫让我点破。哦，对，真济代志唔通点破。我想要拜师学点黑的功夫。哦，是即马找无啊。今仔上课咱来点名。嘿呀，一定爱点名。好，来，老师，安尼对唔对？输也是赢，就看这题咯。5000块会互倒一队摕走咧。心破名黑。中到底什么字咧？来，请手答。开始写。今日写，写完今日写哦。来，嘿，心破名嘿，中到底什么字咧？来，五片内底拢会安怎？来，摕一个。五片内底拢迄个哦，就袂叮当啊吼。紧啊，安怎写？五片内底。哎，紧。啊，来这边。点心、点破、点名、点嘿。哦，来，你的造句是？我的造句就是点心，中昼的时阵想要食点心啦，嘿。你莫让我点破。哦，对，真济代志唔通点破。嘿，啊来，过来。我想要拜师学点黑的功夫。哦，这个起码找无啊。嘿，啊，搁啥子？今仔上课咱来点名。嘿呀，一定爱点名。好，来。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好，来分数。终于得了第2分咯。来听老师解释哦。好，咱一般讲点心吼，就是以早传统是用伫咧讲，甲正顿无共款吼，啊，可能食袂饱，啊，毋过就是会当刺激一下吼，啊，所以这个词其实以早是咧讲，咱即马讲华语讲小吃啊，吼，啊，以早是讲点心，所以啊嘛有一块歌叫做点心打。迄个点心打意思就讲，这台湾的一寡这小吃摊、这美食安尼吼。啊，有关迄个点名还是点黑吼，除了咱所在的意思以外，其实佫有另外一个意思。点名哦，当然种上课点名这是一种啦，吼，啊，佫来讲，哎哟，你莫甲我点名，袂输讲，就是要叫我创啥，嘿，指名我要创啥安尼，嘿，啊，若点黑嘛是吼，就讲咱所在的，你要学点黑的功夫吼，这是一个拍拳头还是讲功夫这方面的，啊，毋过有另外一个古早点黑的意思是咧讲，地理师咧选择迄个墓地的位置，吼，嘛会讲迄叫做点黑。吼，要讲什么款的穴位较好安尼的意思啦。先来看咱这边的，嘿，咱的武力东行来。因即摆得到分数是1分，嘛袂歹啊。袂歹。嘿，啊来咱这边王甲第1名，得到2分。所以5000的奖金是倒位？好，咱即摆5000的奖金要互咱的第1名咯。好，搁拼落去哦。加油！好，唔通延期。今日第2回合手答定国机。手答定国机，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嘿，手答定国机。第一问看卖。哦，是嘛？
要问看卖第一位就是2位队长起来啊！哇，恁两个真谦虚呢。对啊。哈，讲较歹听的就是较烂的，才会头前。卖安尼，不，因为因吼应该互因表现啦。哦，家机会让互因啦。因为因知因的能力拢足好的，所以讲先让互因就对啊啦。所以讲咱即马拄啊这边摕着5000呢。5000啊！是吼，第一回合的哦吼。啊，若看咱这边通啊第二回合摕1万无？加油啊！因为咱的奖金偌济？哦，咱这回合奖金有1万块啦！ 哈，咱就加油，今日先甲提起来啦。是，啊内面要看啥货，要摸啥货吼？恁会惊啥？老周你惊啥？加抓，加抓，我嘛是。应该袂有加抓吧？我讲比加抓较恐怖，说海加抓，海加抓。啊，毋过无啦，无比加抓搁较恐怖啦，真正。啊，毋过吼，伊迄有诶有时阵会有一个味哦。有啊。有味。啥味？哈。 你来摸看卖，嘿啊，所以恁等下摸的时阵吼，你若伤大啦，伊会放。咱较温柔一下，黏黏出来。会放加出来。黏黏，嘿，对，吼，较温柔一下哦，嘿，好，准备好啊？好，准备好。免惊啦，惊袂着顶啦。好，来，今日带去摸看卖，来，咱请摸。好，来，这块头前哦，较紧嘞哦。哎，摸安尼，摸安尼。哎，是你的手啦。我想要讲是你。 哎呦，哎，女，袂走。哎呦，知影是啥物景气？哦，来，老周。洗衫球。洗衫球。念无清楚。应该是。较大声，佮讲一遍。洗衫球。好，来，老师是毋是洗衫球？你就是即摆少年，你讲足笑。哈，不是，不是，伊足笑的咧，伊即摆。不是，机会来啊！会使讲，这不是。有可能是讲话无法，嘿，可能是讲话咯。安尼就音的问题哦。来，洗衫球。洗衫球甲洗衫球，洗衫球甲洗衫球，是讲话的问题，不是音调的问题，不是音调。你咧想看卖洗衫什么？是什么？你讲好？爱甲提示吗？好哦。来哦，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啦，伊是4个字啦。哦。哈？伊的华语安怎讲？不是球。我是讲嘛是。哦，我知啊。好诶，洗衫。 胶囊，我实在唔知要安怎讲。一字翻，叫人。好啦，老师是毋是洗衫球人？啊，是念法的问题。来，念法的问题。白胶、胶水、加，唔是能就加水。 胶水，不是胶水啦，我是跟你讲加，哦，奇怪，来，洗衫胶能，加能，好来，洗衫加能，老师对不对？哦，差一输了哦。哦哟，无啊啦，两个机会尔，是好来，到底是安那？其实无好念，嘿，咱请老师来念给咱听哈，来老师。 那照字念吼是加农啦吼，加农，咱讲批农，迄农嘛是这字啦吼，加农啦。啊，毋过呢，这个讲当然这是新的物件。像咱讲洗衫球，虽然讲形可能有像，毋过球可能较无一定适合，是因为咱有另外一款洗衫球有无？一粒，迄种会当讲洗衫球。啊，毋过这种物件，因为其实内底还佫有一寡物件嘛吼，所以这种的就无适合叫洗衫球。哦，啊加农这个物件，其实当然要照汉字迄个音去念是一种，但是其实这个物件古早就有另外一种讲法，因为这是对外来语吸收嘛，所以对英语词英语的音去翻。啊，但是因为足侪外来语词是日本时代透过日语的迄个翻译方式去处理的，所以大部分英语变日语拢会较唔是照英语原音。所以有人讲卡布西鲁。 卡布西鲁就是照迄个英语的迄个但是日语式的翻法安尼啦吼，卡布西鲁。啊，另外一个就是台语式的讲法嘛，有人有另外2个讲法，一个是鸡毛讲，
还是讲鸡毛公啊，嘿，鸡毛公啊，还是讲鹅毛公啊，就是鹅牙，迄拢会使。反正就是鸡还是鹅吼，啊鸡毛公还是鹅毛公，这是另外在地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啦。是。对啊，但是问题就是你若斗起来有无？就是较罕尼侪金在斗做伙嘛，是爱搁开始变掉问题啦。吼，就变做洗衫卡布西鲁，还是洗衫鸡毛公。洗衫、鹅毛公之类的吼，就讲迄个胶囊迄个树啊，对，洗衫鸡毛公，不是讲第一题就简单。嘿啊，这无好讲呢。有这算足简单的啊。哈，安尼就简单。而且阮兜嘛是用这呢。用对。安尼你等着通啊，甲你某讲啊。咩啊？洗衫鸡毛公，是不要紧啦。诶。强的搁伫遮啦，吼，强的拢伫遐啦。这是上简单的哦。免惊，即马赶快拢白手啊！好，来，咱今日换人。你放心啦，阮拄啊有看过，拢处理好啊。喙啦吼，目睭啥拢甲黏起来。哎，你就免惊，你惊啥？加抓。免惊，惊就袂着顶，啊若知影就紧的试落去哦。吼，好，目睭看头前，准备好啊哦。来，咱台语摸看卖，请摸，来，慢慢啊，慢慢啊，紧来试哦，紧来，知影紧试，知影紧试。哎呦哎呦，爱摸好招纹呐，即马头摸啊，身躯嘛爱摸，哦，即马麻摸咧买了啊，哦，哎，袂歹，哎，什么？哦，来，小妹，回零机。哦，确定吗？确定。好，来，老师是不是回零机？好，先互你对。好，来分数。有兄弟的酒咯。好，咱来问老师哦，哈，来老师。足侪人安尼讲啦，吼，不过这有小可噪音啦，不过大家拢安尼讲嘛，算是一种俗音嘛，吼，就是所谓回零机对吧，吼。是回零机。其实这个音呢，应该是讲看是要讲飞还是飞啦，哦，因为这个是其实原型应该是飞行机，啊，就是飞行机的意思，这对日语来的飞行机。啊，不过这个飞变飞吼，有的字这个母音会走吼，这嘛是有寡这种现象啊。变做零是因为有的人认为讲迄是敢若袂输伫天顶咧飞的零安尼啊，所以嘛有人会安尼解说啦。嘿，不过那正确音应该是飞行机，当然可能嘛有人用飞行机，飞行机飞零机嘛做活的安尼吼，所以这个有做几哪种的发音方式就对。不过原型应该是飞行机，然后迄个物件是毋是正港的飞行机嘛吼，所以这是讲叫做啥，敢知影？就是讲这种物件。吼，就是形是飞行机啦，不过这其实是啥物？你感觉是模型是模吼，对，敢若是咱这位讲的是模是对吼，模型，不是模型哦，是模型，嘿，对。模啊印的模。对，模啊，嘿，模啊印的对，帮模的模型，哈，好，以上。好，来，迄边分数对啊。对。后抓就换咱这边哦。加油哦！好，来，今日换人。这个物件无好看，真长。咱平常时啊拢用会着。哦，拢用会着，所以是物件。我想嘛是会真危险的，讲哦。只是讲到这真正真危险，尤其即马热人。是。上寒甲上冷的时阵拢。而且无啥好讲。对，你上惊啥弟弟？我上惊哦，其实我上惊有动物，但是伊个是有毛的。哦，伊无毛，你放心。安尼我就较袂惊。较袂惊吼。嘿，爸爸你上惊啥？爸爸应该无啥你惊。我无啥你惊。我唔信，叫一个礼拜一定惊。来，阿嬷来，阿嬷来，有麦哭无？加一支来。你知影爸爸惊啥？惊阮妈妈10点。来，阿嬷有来哦。有哦吼。对。阿嬷伊有惊你无？无你惊你，无你惊，拢有啦，两个互相。哦，恁即摆互相有面子，无转去你就知死。啊，恁结婚偌久啊？43年啊。43年啊呢。系啊。大家互相要惊啥？哦哟。对啊，拢到这个岁数啊，咱是要惊啥货？囡仔平安大汉最重要啊。大家拢大汉啊，啊拢嫁翁娶某啊，安尼大家迄个
平安就好啊。哎，日子一天过一天。哎呦，哦，满足知足，都好过。好，安尼真好。来，嘟嘟啊吼，咱即摆请妈妈伫边仔等。妈妈来边仔等。爸爸，拢唔惊，我是惊讲吼，恁哦真正拢唔惊，我嘛无咧惊说。不过重点是无好念。无好念。咱平常时伫厝诶拢有。好，咱即摆来啊。好，来，咱目睭看头前。嘿，台语望看麦，来，帮我照着哦，帮我照着哦，帮我头哦。咱拢知影是啥？我感觉是插座的电器。你敢若望到咧做，还是望到后壁？伊是一条像迄蛇安尼尾流。哦，安尼真好啊，还叫做啥？插座充电器。爸爸，你要接讲哟？哎，对，接讲，还是明仔再讲。延长线。延长线，来，老师。延长线的台语安怎讲？观众朋友，你敢知影？台语望看麦，嘿，咱请望。哎呦，来，帮我照着哦，帮我照着哦，帮我头哦。咱拢知影是啥？哎呦，知影紧试哦，来，紧试先讲哦。快来，我感觉你感觉是电线。电线，什么款的电线？足侪种的。对，我感觉是插座的电器。插座电器无唔对，你摸起来就是一个形，啊，不过电器真侪种啊，插入去咱知，啊伊的形，你拄好有摸到长长无，还是倒倒？诶，我是摸到长长，是，对。你敢若摸到咧做，还是摸到后壁？有摸到尾流无？我摸到尾流，伊是一条像迄蛇安尼尾流。哦，安尼真好啊，还叫做啥？诶，敢是讲叫做插座充电器。插座充电器，确定吗？确定。好，我来问老师哦，老师是毋是叫插座的充电器？嘿，唔对哦。哦，对哦，来，爸爸，你要接讲哟？哎，对，接讲。嘿，你接讲。还是明仔再讲。会使哦。会使。延长线。延长线。哦，延长线，来，老师，延长线对。厉害。嘿，好，来分数。恭喜咱得到第2分哦。来，咱请老师来解说。有的词是华语、台语共用啦，吼，啊，这嘛其中一个例，啊，迄个长咧，吼，当然即嘛大家拢是讲长，延长，啊，毋过嘛有少数人可能会用文言音讲，所以因为延是文言音啦，吼，啊，长是白话音，啊，有的人是长会用即个文言音叫做长啦，所以可能少数人会用延长线安尼来讲，嘿，啊，延长线当然真白话啦，吼，对，啊，嘛有人是讲因为迄变做是迄个线以外，迄个做有无？会几啊空嘛？对，几落空。啊，有的人感觉讲迄可能算一排安尼啦，吼，所以嘛有人发明排插的讲法啦，就是规排会当插电的排插嘛，有人安尼发明啦。嘿，啊，毋过大部分人也是用延长线来讲。是。爸爸，你的这个哦。啊。嘿，这种定定你用的嘛？有诶啊，定定你用啊。好，你安尼你等袂去用命啦。表现了真好，等下伊会互你一个 kiss。不要紧，咱各有分哦。好，来，今年换人。对啊，有时阵哦，咱就今日摸着看着，吼，甲伊感觉讲出来了吼，咱就今日试灵。有影，嘿，但是帮我照着啦。无唔对，像他多考试，敢若摸着后壁的马哩。嘿，咱伤认真啊。嘿，若想要讲啥，咱就撒出来就甲讲。对。先试灵，先讲先赢。先喘一下大气，冷静一下。对，好，来准备好啊，无问题啦。加油！来，目睭看头前，台语望看麦，请望。来啊！哎呦！来，爱红蒙者，爱红蒙者。哎呦，无客气的哦，一直蒙落，哎呦！来，三位。哎，唔通干那蒙手呢？冰，我来。敢若是雷蒙。确定？皮讲。好，来，老师是唔是雷蒙？对。哦，厉害！来分数。有一滴了1分哦。
开始啊，开始啊！咱来听老师解释哦，吼，来老师。这应该大家拢知啦，不过就是讲，嘛是共款吼，有这个对外来语翻译的啦，吼，对，啊，所以是英语，啊，不过就是日语式的发音，吼，啊，所以用雷蒙安尼的讲法来讲。好，谢谢老师。厉害哦！蒙着这，你拄啊蒙是，你佫唔知影是啥笑？我一直摸着小鲜肉的手。恁通有来无？无要紧啊，有来无？卖有爱佫咬伊哦。哎呀，不要紧啦，咱小可伊这就是上节目的福利啦，尽量感冒。好，不要紧，咱个分数来今年换人。真正每一样惊拢无共款哦。他拄啊，甲这像咱大哥咧讨论，工地什么拢有对无？你拄过上奇怪的什么？酷鱼。酷鱼有，酷鱼有，烘酷鱼，中秋节。烘酷鱼，是食的啦。上恐怖是什么？拄过什么？上恐怖物件落落来啊！哎呦，有影。工物件落落来啦，工程以外啦。因为咱拢唔知迄是上惊，所以讲啦，咱若是讲真正有工程的，拢莫叫人搅了。吼，因因内面拢有迄安全的设施。咱袂使凊彩入去。咱拢莫凊彩共入去啊。是，啊你惊啥咧？手机？我也无啥物会惊咧，我也知，可能细汉拢伫庄卡大汉咧，拢袂惊。拢袂惊，会安尼真好啊。伊风声秀杰咧，哪有咧惊啊？风声秀杰，丰臣秀吉。哎，水哦，来，咱温柔一点啊，目睭看头前，吼，来，咱家己望看卖，请望温柔。哎呦！哦呦，气紧锵锵咧，冰冰蹦蹦，知影紧吃啊！哎呦哎，迄个就是我就讲烧水地沟迄款烧水烧水地沟迄款的。好，来，咱讲一个咯。烧水地沟。讲着啥？地沟啊，烧水沟，地沟。烧水地沟。嘿，对，嘿，烧水。我袂使地冷水。但是会当就地沟啦，就地沟啦，嘿，就地沟啦。是毋是地沟？提不起来。哎呦，袂歹，对啊。来分数。恭喜哦，得到第2分哦。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啊，哈，来老师。小可笑甲无力安尼哦。我食果水啦，是地沟就好啊啦吼。嘿，啊毋过，嘿，啊当然你会想到讲，一般拢会即个用烧水去泡茶嘛，哦，所以你会想到烧水嘛是正常啦吼。啊毋过除了当然地沟是大部分人拢讲地沟。但是嘛，过去嘛有人会用无共款的讲法，就是第二字无共款的讲法去讲啦。啊嘛有可能是因为形体小可无一定是这种形，嘿，这个形应该就是地沟。啊，毋过嘛有的人会用地板呐，还是讲地罐呐，甚至一个更较少人讲的，过去书店有捌收的叫做地瓦啊，等等。嘿，啊毋过啊是即马大家拢讲地沟啊啦，其他就较少听到啊。嘿，啊，迄个板就是讲，亲像迄个，若做讲较长的迄种。花板。嘿，迄种花板，迄个板就是讲，咱有迄个温水管、烧水管有无？嘛会有人讲烧水板，嘿，就是较长的迄有无？嘿，所以几啊种讲法，毋过即马也是地沟上事件。不要紧，咱有分数。加油加油哦！免烦恼哦。好，来，咱先请回，咱来看一下分数。哦，真强嘞！足强的啦！即马哦。安怎？两边平手，先来看咱这边，嘿，物理动形，嘿，因即马得到分数是2分，哦，嘿，啊来咱往家咧，嘛摕到2分哦，赞！所以讲这边的分数是2分，所以白手，第3摕到奖金拢分1万哦，是，啊，毋过咱那踏起呢，是，那踏起，即马这边是1万，啊，即马这边是15000块。小可踏起哩哦，好，今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有5条题目，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
这个回合哦真关键，是因为啊，伊的答案就敢若三个 A、B、C 尔。啊，不过咱这个回合奖金偌济？咱这回合吼，奖金有2万块。3万，他去就3万5。吼，啊，这个回合上紧的就是啊变盘。对啊。嘿，你啊变起来就是会足恐怖，真紧哦。好，好，了解啊。了解。我讲，咱迄落饲答案的时阵，咱才会当饲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语的量词有真侪种，倒一个讲法吼是有上多的词哦，上多哦。A 一栋厝，B 一块厝，C 一落厝。哦，好，来，你有10秒时间。哦，上多哦，上多哦。嘿，是一栋，还是一块，还是一落哦？这应该介简单啦。来分数好票无？那唔知爱分哦，爱分哦。来哦。那个4、3、2、1。好，来，时间到，来，请起答案。我生气啊！哦，哇，冰电刀冰。来，咱秒记，咱看者 B，好，C 哦，哈，来 C，B，还真有摆呢。是你死就是我，不是你死就是我懵啊。哎，无定着哦，无定着是 A 哦。对啊。不过我要问是，你感觉是 C？是，一栋厝是无可能的。就是安尼嘛，吼。一栋尔嘛。一块厝感觉安尼嘛，安尼。吼。啊，一落厝，因拄则讨论是讲一块厝敢若上济，我讲感觉一落厝虽然讲我唔知影，啊，毋过分散风险，所以我选 C。不过我来问一个是，你是感觉是一块？嘿，这嘛是风险的问题啊。是感觉讲，因是讲一落厝是较大。是。我就想讲，大家拢死，到时阵大家拢倒啊。是啊，我就讲。这是这比好，是甲分散一个安尼啦吼。不过我来问一下，爸爸，你确定是 C 吗？嘿，无唔对，一路是足大路的啊，啊一地啊几啊尔，啊一栋我干那一间啊尔嘛。哦，就这有人写问先摆哦，有可能会答。生活当中，咁咪结果是 A 啊？嘿，今年一公里来一栋来。嘿啊，好，咱来看一下哦。正确的答案是 C。好大少年啊，还未到买厝的时阵啦，较唔知影。来，麻烦这4位少年呢，会记了大了，咱来买厝哦，爱买一落厝哦。好，咱先休困一下，好，来加一条命，啊，来咱王甲4条命，好，老周先休困一下，好，来，咱来听老师解释。好，咱这边老先甲讲了无唔对啦吼，这一落厝一般拢是讲是共一个厝体，啊，毋过规排安尼啦。一排，安尼规排叫一落，一落厝，嘿，啊，甚至有诶，古早好家人啊，可能前落后落，也是几啊落安尼，所以这个是单位算作数量上济啦，啊，迄个栋呢，一般是拢咧讲楼仔厝啦，是，嘿，啊，这个地呢，其实地的用法嘛真济吼，毋若是讲厝会当用，咱一般可能细角角的啦，也是讲是敢若一地型迄款物件，啊，甚至桌啊椅啊吼。这拢会当用地，啊地其实是用伫厝来讲，就是间的意思啦，其实就是间的意思。啊，咱台湾足侪县市拢有啥物几地厝，对，意思就是遐有几间厝的意思啦，3地厝、5地厝、几地厝安尼。嘿，所以这个详细就是一落厝。咱继续来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语会甲四季豆号做面豆啊，是甲什么款的人物有关系呢？ A 马街朴树 ，B 二七聊天钉 ，C 酒为水医生。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哇，到底是马街，还是讲二七聊天钉，还是讲酒为水医生？哦，来哦，来哦，叫4条命他分线你的风险哦。来个，4、3、2。 好来，咱请起答案。咱家的是 A。
吼，来这边是 B C B A， 吼，就敢若一个答案是同款尔。是。嘿，啊，这分散风险嘛哦。吼，来我先来问一个 A， 你是感马街的朴素？因为阮对这讨论了后，感觉 C 感觉无可能。 C 无可能。 我嘛唔知影，因为什么会选马街朴素了？是什么人讲？是什么人讲的？什么人三位拢讲是 A。哎呦，你捌听过吗？算唔捌听过。你唔捌听过，你甲我讲 A。趣味啊！我要来问一下爸爸，你选的是二刷聊天钉，是因为你甲有交情，还是安怎？我这是我都唔捌这红药的。哦，你用药的。系啊，用药的嘿。 你风险甲分散。无的确就是互你药着。对啊，可能。哦，好，我来问一下小妹，你甲罗啊共款 A， 我嘛是用药的，嘛是用药。好，咱较简单的，即马就来看答案。好，来，咱正确的答案是。 好，来这边 BCB 麻烦朋友困一下，拜。哇，姐姐，小妹你先卖去。好，来，咱听老师解说。好，这个名是真趣味的吼，就是讲咱台语咧吸收外来语的过程吼，较罕有的一个例啦。 吼，是安怎咧？因为咱即马闽豆，大家拢知影啊。闽，咱这台语吼，母音闽，这个母呢嘛是咱台语特色之一啦，算作是一个落音的声母，母音闽。啊，其实这就是对英语的 VEAN 这个母音闽吼，这个音来啊，是安怎会安呢？哦，这是是安怎讲甲马街朴素有关系？因为马街朴素啊，甲一寡其他的传教士吼，因伫咧19世纪这个差不多下半期到20世纪初来台湾传教的时阵，因其实嘛有引进一寡这个外国的一寡食物啦。哦，啊引进的时阵总是爱甲伊讲什么名嘛吼。啊，毋过呢，有时啊还袂号名进前，啊台湾人看到就甲问啊，讲这是啥？啊马街朴素用这个英语回答闽。 这就表示安怎呢？就是过去英语咱可能误会讲英语无落音，其实英语有落音，就是 B 这个字母 B 是爱读做无的，唔是读做波。哦，啊，因为华语无落音，所以华语就干来当读波尔，会可能看到 VAN 读做闽，啊，其实是闽。啊，拄好这个英语讲闽的时阵，问题这是啥？是豆啊，所以落尾怎啊夹起来？其实闽就是豆啊。 闽豆嘛是豆啊，所以这是一个较趣味的咧啊，吼，闽豆，所以讲，所以这是咱的这个吸收外来语一个较特殊的咧，哦，甲马街朴素有关系，是。哦，谢谢老师，哦对啊，对啊，对啊，地血，起码吸收到啊，真好是两个，好，来拼来拼去啊，好来，慢慢替我试者，后一题，咱继续哦。哇，来上个咱请出题。 请问，若是讲到一个人的个性是十角，是讲伊安怎咧 ？A. 线线 B. 古毛 C. 赤白白。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来，要紧的哦，10角哦。很多角。是讲人安怎咧？是线线、古毛还是赤白白？5、4、3、2、1。好，来，时间到。 来，咱请是答案。哦，敢讲可要迄落边手啊嘛？好来，你感觉是古毛？嘿，是。拄则我是想讲吼，十角是有真侪角，所以一个赤白白真侪赤牙牙。啊，毋过因拄则讲是钱的十角，钱的十角。哦，一个人连十角拢要计较。 哦，就古毛的，是嘛？哦，是，对。啊，那这边的咧，小妹，想讲这人做侪妹妹角角，所以就古毛毛安尼，是，阮是安尼。是，咱来看一了，正确的答案是。受了真复杂。好，拄则咱可能拢对文字上去想啦吼，啊，其实呢，10个一角斗起来是1箍啦，嘿，所以讲所谓的1箍，但是1箍结果是10个
银角啊安尼，所以讲一颗线线安尼啦。颗线线。所以讲用安尼来形容讲线线安尼，当然这是就是用艺术来想，所以这有时会用无同款角度去想代志，就会有无同款的看法。好，以上来看阮这边。无理东营，无老板的所以是零。哦，啊那咱这边王家咧，嘛是无老板的嘛是零。哦，啊不过咱应该是顶拽的迄落啊，嘿，2万块省起来，但是比较进前的一个是1万，一个15000，所以15000的会使来去抢奖金咯。好，不要紧，15000甲摕倒转去，加油！好，进来咧，小弟我来排。俗语我来排，当中有5组的题目，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1票1000块，奖金就予恁全家砸转去。嘿，小弟我来排，全家抢奖金咯！哦，真正要抢奖金啊！是。有啊，奖金偌济？拄好有15000块啦！这一共有几秒？有15秒。15秒，安尼较少啦。咱搁送伊30秒，变45秒。45秒啊，内面哦，其实嘛是有含水哦。对。什么含水？因为内面有迄落咱台语的正字，就是像这。这啥？有。啊，这个。笑。所以加起来是什么？有笑是什么？第二物件来对物件。对，油脂加迄顶头的迄。有笑就是阿姨因翁啦。姨丈，有笑哦。这个台语正字。是，哈。啊，时间紧的哦，拢通互相讨论哦。我们开始哦，来，请开始。好来，抓咸了，唔通抓着什么？车查某，啊，唔是这个车，伊会改为搁试，无搁再车，唔是，不行啊，车查某。三台做伙斗战声，会当摕走偌济奖金咧？开始，好来，抓咸了，唔通抓着什么？车查某，啊，唔是这个车，伊会改为搁试，无搁再车，唔是，不行啊，车查某，正确过来，大帮安怎看无走？新牛，我正确过来，食无三尾菜丢尾，安怎？哦，正确过来，心意食。啊，到正确过来食水呢，好产地不如好猪头。哎，袂歹哦，赞。欢迎，咱来听老师讲内面的意思哦，哈。抓咸抓好，唔通抓着恰查某，相信真侪这个查某人可能拢会讲讲安尼吼。啊，这恰，这个是这字的这个白话音，哦，恰里里恰。对，恰字的恰，哦，恰灵恰风，哦，啊另外迄个大目新娘无看见走。本来大目啊是咧讲目睭大蕊嘛，吼啊当然即句俗语是咧讲，你目睭遮大蕊，煞无看到眼前的物件安尼，迄个意思啦，吼。好啊，食无三尾用菜就要上西天，表示啊无啥修行着你着孝想要升粉，吼，迄个意思。好啊，好餐地不如好煮地，咱常常嘛会听到时大咧讲即句，吼，意思讲若有钱通好买厝买田。买地不如呢，才会钱摕来好好啊养饲教育咱的这个子孙后代安尼。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看者奖金即马剩偌济？咱即马还有16秒，无扣到15秒任何一秒，所以15000块拢摕转去啦。好，咱即马就进来去颁奖。恭喜哦！哎呀，15000块的奖金啦！好跳舞安尼，嘿啊，你讲看，无钱啊？对啊，咱的奖金摕转去，大家就通啊同齐食饭啊。对，啊，只要这囡仔平安健康安尼就好啊。啊，咱嘛恭喜阿对啦，哎，这真正有影娶到好某吼，娶某前
生姜哦，嗡啦，后回搁甲伊带来，好，多谢多谢，快来佚佗。真啊，来，正阮这边啊，我甲你讲，免硬气啊，咱就是拢动作伤过慢，伤济啊，啊。拄我第2回啊，拢无唱着。无唔对，啊，毋过吼，大家拢有佚佗着，就敢若上尾啊，你小气我来排，无佚佗着，唔要紧，阮咯。诶，有 app 啊，有 app。嘿，你等下去迄落啊download，嘿，啊，免钱的，嘿，免钱的哦，互恁佚佗，啊，恁若伫厝内练完倒过来就通甲奖金摕倒转啊。好，来，咱拄啊无佚佗着啊，咱即摆来算看卖啊。好，来，我看一下来。目睭花花，不爱看做什么？七个，哦，正确来，好来，有加工，有加工，有俩，七个，有，可是有俩，有伊的换位哦，有俩，正确过来。好来。学了什么特技？好，正确，过来。我敢若对导游。好，正确过来。大人爱趁钱，囡仔爱过年，正确哦。你甲看，好顺。安尼可能就35000、3万，无就2万5，互恁摕倒转去啊。有好算无？转去哦，来甲下载落，吼，下载了后，你就通算看卖。专家有智慧 app， 吼，算看卖，再过来比赛。再来报名，好，好，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哦。感谢咱辛苦的陈鸿辉陈老师。做伙讲台语，专家有智慧。专家有智慧。好，咱斗阵变台语。好，恁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有意啊！谢谢。欢迎再过来啊！感谢支持啦！感谢。